所以咧呢個男人咧真係蠢喎，娶嘅嗰個係公主嚟嘅。平常嘅女人咧你都唔好得罪啦，何況佢仲係公主嚟嘅添。冇錯，呢個公主係刁蠻啲嘅。咁咧佢就諗住，我係個大將軍，我要挫下你個銳氣嘅。所以呢場戲咧就係迎接公主嘅時候，就要佢三步一拜。呢套就係刁蠻公主三步一拜。為你哋演出嘅咧就係梁榮基、黃靜文、謝秀欣。各位慢慢欣賞呢個豬咁蠢嘅男人嘅點樣迎接個老婆啦。各位請欣賞，多謝。處阿盈，列公駕臨，擔戴不起啊！駙馬雞皮，理應恭賀。恭喜駙馬，賀喜駙馬，鴛鴦福祿，鸞鳳和美。公主駕到，駙馬跪迎。你說什麼？公主駕到，駙馬跪迎。這是誰說的話？天福哪有如此斗膽，乃是公主命令。公主賣弄威儀，不放丈夫在眼。眼堂前跪節，分明有意刁難。若不把威風殺減，百年恩愛也是空談。
路衝一衝，請出先王所賜黃金間。山高啊，還有更高山啊！公主道。爺，公主駕到，快快跪迎啦喂！咁范公公係告知公主，要我下跪，份屬夫妻應該互相尊重，不跪也罷。回稟公主，駙馬言道，鳳家臨門，理應迎接。為是份屬夫妻，應該要互相尊敬，不跪也罷喎。胡說！你告知駙馬，瘟神乃五倫之首，倘若他18代祖宗今天尚在人間，一樣也要出門跪接。以後百年偕老，駙馬每天見到哀家，首先就係要下跪叩頭。哎呀，吱吱喳喳，整到我天福都亂晒啊！唉。回稟駙馬，公主言道，君臣乃五倫之首，倘若你駙馬爺18代祖宗都尚在人間，首先都要出門叩頭。讓開！我是八戰沙場，聲威猛，妻前上跪有何難？辛苦初歸不能中關，我要俾雕盤公主跟雕萬。咁范公公告知公主，
要我下跪，且有何難？請得先下鑾輿，在我身前下跪。如若不然，請得看看這是什麼東西。只怕你要來容易，要去就難啊！我要你拜個天地君親，禮成殿晚。又豈有臨門新婦，又把菜叫抬還。我要你三步一拜，進府堂，否則迎頭劈下。黃金間，nghiêm父公主，你睇下個駙馬爺，惡到似個老虎仔咁。佢我你佢我又佢，打到咁辛苦，我唔敢咯。哎呀，公主，你嫁得個半支冷坑又話唔嫁，邊度得㗎？唔得，你話點至得啫？咁你咪就跪咯。你跪也不跪，跪！邊個話㗎？公主，你咪當跪先王嗰支黃金簡咪得咯。總之你快啲跪下先啦！跪來跪去，怕乜嘢跪啫？都跪住至咁簡啫。你低頭屈膝至啱，不許你多説話，跪！我都要跪。快跪正我跟前，若果不從命，連鳳冠都打爛。要貴人來跪你，我怕你唔受關咋。要貴人來跪你，我怕你難過上這赤金甲。你入我門來，下拜輔導在限。點解要跪咁耐？在
呀跪呀一息間。你族反也難，快遵我命，兒辦，快聽我話，兒辦你休再強硬，你休再遲慢，否則今緊無情，你後悔就難。起身啦！嗱，三步一跪一叩首，第一步。哦，第一步。哇！乜咁大步攬㗎？駙馬爺，呢啲係我哋公主金蓮步，係咁大步㗎啦。乜嘢金蓮步啊？貴為公主就應該金蓮步，細步，慢慢行。嚟過，嗱，第一步，行咗啦。第二步，又行咗啦。第三步跪。叩手，叩咗啦。停。第一步，我又第一步。第二步，第三步跪。叩手，叩咗啦。哇！駙馬爺叩咗啦，仲叩得好大聲添啊！升。第一步，第二步。第三步，哎呀，公主，列公大人失禮了啊！有請後堂把宴。